这个门口也撞了，人脸识别喽。南门这边又发生了交通事故，又有人被撞死了。快过年了，要注意安全哦。观澜富士康南门观光路，现在都没有人敢闯红灯喽，也被人赶过马路喽。前面一个红绿灯路口撞死了一个女的，富士康的员工啊，一定要过天桥啊，走天桥。富士康南门口就有2个天桥，都不要去横穿马路。下班了，现在7点钟下班。观澜富士康南门1号天桥，7点钟的观光路，车子店开始上班。这边是新装修后的花园城。11溜冰场，金皇城。等会儿去新闻乐超市买饭吃。今天的这个指定标还不错，这种辣椒的话非常买完辣椒，看看牛肉，猪肉不贵啊，30块钱。吃点猪肉，口感也很好。20平现在在改造，到处都是挖的稀巴烂。辣椒段、生姜蒜切好，回锅肉煮好，进出锅放在菜碗上晾着。先晾一会儿，等一下就要开始炒了。起锅烧油，放入肉馅。今天炒的香干火锅肉。本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的朋友帮忙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